各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2.3至14.8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介乎17.3至19.4度。嗱，一齊睇下風勢圖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為廣東沿岸帶嚟清涼嘅天氣㗎。預測方面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20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。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風勢都幾大下。咁可以見到最低氣温大約係14至15度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多雲，廈門天晴，台北落雨。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。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多雲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落雪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驟雨，紐約落雪，多倫多落雪。倫敦多雲，巴黎多雲，阿姆斯特丹多雲，法蘭克福驟雨，蘇黎世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